殿下救我！殿下，青锁，青锁。刚才是做噩梦了，想必是身子太虚了。这是晚上下人熬的参汤，你喝了会好些。一会儿我开个方子，熬一些定神宁气的药，喝了就好了。要是你不想喝，等会儿再说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姑娘，还是不要想这些了，养好身子为重。一时间发生这么多事，谁也承受不了，更何况一个弱女子。是吗？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倘若姑娘要是不信，我不信。不信也好。等你把身子养好了，你骗我的，你是想留下我，你想把我留下来，让我嫁给你，所以你骗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养好身子，我绝对不会逼你。只要你养好身子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个，你先拿着，我绝对不会用自由定亲的事来逼你。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了，再拿出来。来，把参汤先喝了。一会儿再喝。见过吴雪公子，姊妹等候多时。若是按照惯例，我是不是该称呼你一声前辈？姊妹不敢。不知夫人到寒舍来有何贵干呢？小儿无知，得罪了公子，求公子手下留情。哼，原来是替高长恭求情的。我知道城主的本事，自然并无他想，只求城主放小儿一马。我答应城主，只要放过他，小春城和郡王府井水不犯河水。
难怪高长恭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原来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。城主何出此言？姊妹，我佩服你胆敢只身来闯小春城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妙无因为何要劫持袁清所和郑洛云，夺走你的离殇剑？是因为妙无因和香无尘早就断定了桃花不是真正的玄武卫护法。那请问前辈，你能告诉我，谁才是真正的玄武卫护法？要不是我在绿幽林里困住了你儿子高长恭，想必你也不会来见我。但既然来了我小春城，还不以真实身份相告，是没有诚意呢，还是你打心眼里就小瞧本城主？诸葛城主，我来这儿不过是向城主求情，并没有示威的意思。城主又何苦咄咄逼人呢？走吧。想来城主早已知道我的身份。我的确是天罗地宫的玄武卫护法真身。这么说来，你承认了？那你为什么不以真面目示人呢？我发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摘下面具。好，那就不用摘下面具。不过，本城主不能凭你一句话就相信你是玄武卫护法，你有什么凭证？我当年安排了桃花在天罗地宫代替我的位置，故意造成四大护法都在一起的假象。我趁机盗走了离殇剑，离殇剑在郡王府的掌控之中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好大的胆子！这是我一个人的事，跟长恭无关。我只求你网开一面。看来，你为了这个儿子，什么都肯做，不惜牺牲自己。也罢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不过，你也知道，袁清所眼下就在我城主府。城主放心，长恭不会夺人所爱。我知道你的秘密，怎么现在肯放弃吗？城主眼明心亮，自然知道。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个人，比我儿子更重要。好，那就烦请玄武卫护法跟在下做个交易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多谢城主不杀之恩。母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赶快起来！这都是拜你所赐，夫人知道你闯了大祸，才不得已纡尊降贵，卑躬屈膝地向我求情。你这卑鄙小人！长恭，你要是还当我是你的母亲，就不要乱动。母亲，这……多谢城主网开一面。袁清所是我的人，请夫人奉劝殿下离他远一点，否则清所听了我的命令，亲手杀了殿下，夫人可不要怨天尤人哦。让我杀了这个颠倒黑白的贼人！长恭，要杀就先杀了我。母亲，长恭，难道你不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吗？
殿下的火气还真不小啊！今日我网开一面，他日势必会灭了我小春城啊！姊妹愿用性命担保，长公若与城主为敌，姊妹不等城主责难，必定会自裁谢罪。母亲，你这样叫我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于世？殿下，请想想，您跟夫人连离殇剑都没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？加上昨夜，殿下没有到东郊牢房去用离殇剑换袁清锁的性命，他凭什么还回到你的身边跟你虚以委蛇？这会儿，恐怕他连剑都懒得见。我不信！有胆子，你让清锁来跟我当面对质。好，我给你个机会。夫人，可别忘了答应过我的话。是，姊妹会竭尽全力相助城主得到镇魂珠和离殇剑。殿下不是想见他吗？就请移驾城主府。殿下，这是解毒气的药，除了小春城这有，在哪里都找不到。殿下还是尽快吃下吧，要是迟了，只怕后患无穷啊。多谢。母亲，你为了能让儿子活命，连尊严都不要了吗？这是真的解药，傻孩子。表面上看，你是没事，在毒雾里待这么久，早就毒入心肺了。来，把药吃了。母亲，你以为母亲就这么点本事吗？隔墙有耳。母亲就在隔壁的房间里，倘若有事，你就大声招呼便是。什么声音？夫人，母亲，母亲去哪里了？
救我！啊，夫人，你受伤了，是谁伤的你啊？救我！夫人，你伤得不轻，我现在叫人过来救你。不要动，只怕晃动匕首就会让伤势更加严重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诸葛公子医术高明，我叫他来救你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！那可怎么办？你的伤，帮我把匕首拔出来，拔出来！啊，快！夫人，我还是叫人过来吧。快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他想杀我，夫人，不，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我，殿下，不是你想的这样。住口！是你叫人引我来这里的，还在我的糕点里事先下了迷药。我只是劝你坚守与诸葛城主的婚约，你竟然对我下死手！夫人，殿下，真的不是我，不是这样的。原来你真的跟诸葛城主有婚约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夫人就已经倒在了血泊里。殿下，夫人现在伤势这么严重，你还是赶紧带她回去医治才是。回答我！长公，赶快离开这里，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毒计在等着我们。真的不是我，殿下。可是我亲眼看到你把匕首插在我母亲的身上。是夫人，她叫我帮她把这个匕首拔出来，是她让我帮她的。那你手上的血又怎么解释？殿下，眼见就一定为实吗？殿下与我们的信任就如此脆弱吗？长公，你忘了诸葛无雪的话了吗？为了诸葛无雪，他能不惜一切。我没有。夫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就算夫人你不喜欢我，也不应该用这样的苦肉计来陷害我呀。那你干嘛不敢回答长公的话？你跟诸葛无雪是不是有婚约？你还是不敢回答我。长公，他为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诸葛无雪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你活着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没有去连月小筑，反而待在了小春城？那殿下呢？殿下为什么没能到东郊牢房去救我？如果殿下及时赶到救了我，或许我就不会待在小春城。是因为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还是因为殿下觉得我根本就是某个人的影子，根本就不值得殿下去救？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女子，袁千索，我看错你了。千索，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夫人怎么受伤了？诸葛无雪，你跟袁清索还真的是一对儿。他来设计伤害我母亲，你来假装不知情，你们还有什么阴谋？尽管来吧！不许你侮辱清索，他温婉善良，
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？再说了，我跟他就要成亲了，你既没了离殇剑，何必去跟你纠缠？说得好，我既没了离殇剑，他自然不用跟我纠缠。诸葛城主，今日所赐，孤必会牢记在心，他日孤必定加倍奉还。母亲，我们走吧。殿下，青锁，殿下，怎么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是想知道？你想知道，孤那日为什么没有去东郊地牢救你，反而用离殇剑换回了洛云？因为他值得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让我见到你。你不配拥有和小莲一样的脸，你不配拥有和小莲一样的脸，你不配拥有和小莲一样的脸。青锁，人已经走了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青锁，青锁，姑娘，还是让奴婢来吧，你应该歇息一会儿。洛雨，你去歇一会儿吧，这儿有我画风儿。长公，我没事。夫人的伤怎么样？回禀殿下，大将军，夫人的伤不必瞒。夫人的伤在要害，匕首刺得很深，虽然暂时并无性命之忧，可也要静养数日才能够下床。夫人的伤怎会如此严重？不惜一切治好夫人，一定要减少夫人所受的痛苦。有什么姑能做的，尽管开口。是。离殇剑，离殇剑重出江湖，只怕盯着这把宝剑的人不在少数。你派人去寻找妙无音等人的下落，不急于下手，要找好时机，一击即中。是。夫人，姑娘，来，喝口茶吧，刚刚好的，不冷不热，正好入口。袁青锁胆敢刺伤我，洛云，长公孝顺，虽然他不说，可是我知道，他一定从此对青锁死了心。往后他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夫人，你又何必？从前是端木林，一个无权无势、无勇无谋的孤女，还妄想留在长公身边，现在又来了一个袁青锁。我会把他们彻底清除掉的。长公可是大齐的兰陵郡王，你是齐国的第一美女，又是皇亲贵族，只有你才配得上长公，只有你才能帮他成就一番事业。
他终究不是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真的是因为我没及时赶去救他，就伤害我的母亲，还是正如母亲所讲，他是为了诸葛无雪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她是这样的女子。可我眼睁睁看着她握着插在我母亲身上的匕首，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他终究不是你，也只有我。可他却纠缠在诸葛无雪和宇文邕之间。他真的有些让人看不透。我怎么会把他当作是你？九莲，对不起，曾经有那么一刻，我脑海中竟然把他当作你。可是我错了，小莲。只有你才是唯一一个值得我高长恭这辈子深爱的女子。我好想你。用了1000年来看破，爱到飞蛾扑火，还是一笑而过。忽远的承诺，谁还会记得？小莲，小莲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的蒲公英。给，谢谢四哥哥。那咱们接着去吹吧。好，来。解开我们心中7000年的。这里风大，你先回去吧。长公，小莲姑娘柔情似水，心里只有你，她一定也希望你过得开心幸福。洛云并非故意来唠叨你，大夫说缺少一味药，我是想到药铺里找找，恰巧路过。找药才是大夫的事，你不必费心。洛云，其实你原本就不必如此，不必这么费心费力、衣不解带地照顾母亲。你这么说，我更加惭愧了。要不是我，事情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我不是要怎么样，我只是想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用离殇剑救回了我，我就算是为奴为婢，也是应该的。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，并不是因为你，你又何必挂在心上？快回去吧。我知道了。
那不是妙无音吗？陆云姑娘这么紧跟着本仙子，这是有什么事吗？离商剑，感情洛云姑娘是想找本仙子算账的，连高长恭都斗不过我，试问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仙子是世外高人，不过洛云一条命不值什么，仙子想要，尽管拿去便是。只是我希望你日后不要再做有损郡王府的事情。好大的口气啊！就凭你，也配跟本仙子说这样的话？洛云自知力不能敌，可是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就绝对不会再让你利用我去威胁殿下。人人都说郑洛云是高长恭的红颜知己，照我看，远非如此。郑洛云，我看你是鬼迷了心窍，为了高长恭不顾自己的安危，螳臂当车，自讨苦吃。死，洛云都不怕，还怕什么鬼迷心窍吗？哼，可怜呐，可怜。看在你这份诚心的份上，本仙子不妨发发善心，帮你这个忙。帮忙？对。洛云姑娘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本仙子了如指掌。这个药丸叫迷情丹，里面有迷情的药物。只要把这颗药丸给高长恭吃下，高长恭就会爱上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妙无音，我是喜欢长恭，可是我并不傻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一清二楚。想要再借我的手伤害长恭，你休想。你不傻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离商剑都已经到了本仙子手里，我为何还要去找高长恭的麻烦？难不成我还觊觎他的郡王之位吗？难怪你在他身边待了这么久都没能俘获他的心。这药丸虽然是稀世奇珍，但本仙子并不在乎，我就当是丢了。要不要用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姑娘，快去禀报城主。是。城主，青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没伺候他喝药吃东西？城主饶命，奴婢们想尽办法，可是青锁姑娘就是不肯喝药吃饭。出去吧。为什么还是不肯吃药，不肯吃东西？你这样下去，依姑娘此时的情形，一次不吃药就接近元罗殿一分，一次不吃饭就更近生死门一步。在下早就看出来了，姑娘是打算就这么饿死、病死。高长恭在你心里就那么重要，就算他把你踩在脚下，陷进泥里，你也心心念念，忘不了他。那我们呢？
就算是自由定亲，就算是在下除了姑娘没有别人，我这10数年到处寻找，日日盼望，难道换来的只是姑娘的不屑一顾？既然在下耗尽心力，为你不惜一切，在你心里也没有半点分量。如果有能让姑娘心病痊愈的药方，在下愿用整个小春城去交换。再也不要让我见到你，你不配拥有和小莲一样的脸。公子，听说青锁姑娘不肯吃饭，也不肯吃药，再这么下去，只怕支撑不了几天，青锁姑娘就会香消玉殒了。这都是她自找的，就算是死了，也怪不到我头上。公子是不是该想想办法？如果青锁姑娘就这么死了，事情可就难办了。死？我诸葛无血还没有办不到的事情。我不让他死，他能死吗？哼！启禀城主，小春城去往金庸城和长安城方向的沿路上，有不少人在活动，看样子是在想方设法打探城里的情形。这么快就来了，消息还蛮灵通的嘛。他们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此倒好，我倒要看看。这世上除了高长恭，还有谁能让袁青锁重新活过来？公子已经想好了计策。我修书一封，你马上派人出城。公子要将书信送到哪里去？深夜出发，沿着去长安城的小路，尽量向前快骑狂奔就是了。就是向前奔吗？对，就是向前奔。想要书信的人，自然会来取。请说哥，这是城主亲手所书，万分重要，切切不可丢失。是。找个可靠的人把他送出去。城门我已经打了招呼，他到后便会打开城门，让他沿着去往长安城的小路狂奔便是。到时候自然会有人跟他来拿书信。是。去吧。这封信来得刚好。主上的意思是，宇文邕还在养伤吗？是。大司空自从青锁姑娘失踪之后，既没上朝，也从未踏出大司空府半步。听他们的下人说，大司空不但受了伤，还受了惊吓，现在卧病在床，连走出院子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哦，四弟竟然伤成这样，这就是我这个做兄长的不是了。备马，我要到大司空府去看看四弟到底伤成了什么样子。